咩啦？你要听啥诶？要听什么人啊？听啥？惊迄个拳头，听拳头较大粒的，是毋？哦，所以你就发现，神教家己嘛咧弯，天主教即马拍来，有分什么会？嘛是拢拍。好，所以慈运里，慈运里这个牧师，这个神父慈运里，大家讲得了，大家个摕刀去啊，小台，他就死在战场。这个慈运里，这个神学家不是死在讲台，完全唔茫讲有一天会死伫讲台对无？讲啊一半钟死伫遮，唔是诶，伊是死伫对战场，很悲哀的事情。当天主教在甲因相台时阵，其他的信教拢安那，徛关山，看马相读。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。有一个人说不行，这样不行。路德中有一个神学家叫莫兰顿，伊讲安尼袂使，安尼袂使。咱为着介济神学的物件咧相弯，冤甲咱家己人我们已经快被天主教消灭了。咱搁咧啥？咱搁咧弯。伊讲袂使，咱爱能够分辨，我们这些无同款的教派爱分辨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叫做 adiaphora， 希腊文。伊讲，咱要能够有智慧去看出来，什么叫做 adiaphora。迄个台语的意思是讲，无要无紧的代志。什么是伫信用内面是无要无紧的代志？迄若是无要无紧的代志，咱就安那，咱就莫因为这来相弯呐，就先安那，先放在旁边，不要吵，唔通为着无要无紧的代志，互递到咱无水的团体，煞去互天主教各个击破。这伫迄个时阵介重要的观念，就是讲，咱得有教业的智慧去分辨出来，什么叫做 adiaphora。若是迄款 adiaphora 的代志，咱就先放一边，唔好去弯啊。咱去找咱会当合作的议题，也是观念，咱结连做伙来对付天主教，来抵抗天主教的攻击。看下这个例子，就是刚好跟保罗相反，可是是一样的概念，就是讲。爱有教业的智慧，保罗真正是讲爱分辨出来，迄个字，迄个较好的，这介重要。因为基督徒爱去做迄个较好的，要互上帝得到什么货？荣光甲称赞。莫兰顿是讲，基督徒咱有迄个智慧，会当分辨迄个adiaphora，迄个无重要的，咱莫去做这个代志，因为刚来要完这个代志。咱互上帝的名，不只是无法度得到荣光甲称赞，咱亵渎安怎讲？咱亵渎上帝的名，互上帝的名伫这个世界无法度得到娱乐爱搁较严重的见笑。互上帝的名在这个世界顶得更小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在新教开始放下一些争执，比如说若迄个神父捉到了后，迄个饼甲杯有变做耶稣的花甲肉无？你若有，你就有啦；你若无的咧，嘛是甲食落就好啦。莫阁弯啊，莫阁弯啊，莫因为安尼来小台。所以很多在神学上面，唔是最重要的代志，伫迄个时阵开始，就慢慢放下来，无搁起冤家啊。这个是对后来新教得以存活介重要的代志。看下伫保罗今日的经文最重要的提醒，就是我为恁求一件代志。保罗甲腓立比的信徒讲，我伫上帝面头前为恁求一件代志。求互恁的智慧、恁的财物，伫听内面的智慧甲财物，愈来愈侪 overflow， 这个会满出来。
足丰富的，因为足重要，啥重要伫咧？因为恁需要有即款的智慧，甲逐款的晓悟，会当去分辨出迄个较好的。因为恁需要去做遮个较有价值、较好的代志，要互上帝得到荣光甲称赞。看这，所以毋是2000当进前的菲比教会的信徒爱有即款的智慧甲晓悟，是所有世代、所有无共款文化的基督徒，拢爱甲保罗即款的心、即款的概念放伫心内。咱就要有迄个智慧，逐项的晓悟，会当来分辨什么款的代志是较好、较有价值，咱要做出来，咱要来去实践，要互上帝的名得到称赞甲学乐。毋是干那看到即段经文，就想到要甲隔壁传福音。毋是咧讲这，完全毋是咧讲这。所以咱来思考，各位兄弟，伫今仔日的台湾，基督徒敢有互上帝得到荣光甲学乐？基督徒即个信仰群体所做的代志，敢有人互即个台湾的人，若看到想到基督徒，就讲哦赞，恁的上帝嘛赞。也是看到基督徒的呸，恁的上帝毋知是啥物款的神，足奇怪。看这就是保罗所求的。我求恁伫听内面，恁的智慧甲逐款的晓悟，愈来愈丰盛，愈来愈多，愈来愈充满，坐甲满出来。因为若无即款的智慧，甲即款逐项的晓悟，各位兄弟，咱会做毋着方向，咱会拣毋着代志，咱会去针对迄个阿迪亚佛罗，迄个无要无紧的代志，伫遐咧坚持，不只是无互上帝得到荣光甲学乐，颠倒互上帝的名伫即个世界得到见效。咱好通真正爱真实来反省，爱来思考这件代志。保罗实在是介厉害，伫2000当进前，就对咱已经讲啊，咱毋通阁甲挂伫遐，无咧甲思考，无咧甲听。咱爱分辨什么是阿迪亚佛拉，咱爱会当选择迄个较好的，同心来祈祷。之前的爸，阮真正